转过去。转过来吧。别装了，把眼睛睁开吧。啥事儿啊？我刚从柳镇回来，给你的。啥呀？打开看看。嘿，姐啥时候带这东西啊？咋没时间带呢？以后去西安城的时候，你不就可以带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姐，听说日本人离咱陕西不远了，柳镇的粮行一个劲儿的在涨价，这2天干脆就把门给关了。可谁都知道，粮行后仓有的是粮食，我看他们这是想趁着战乱来囤积粮食。跟我往前走，快，走，快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他们是黑了心不卖给咱们粮食，咱们还等啥？咱把门砸开！砸开的！为了你们屋里的爹娘老婆娃，进去抢啊！快呀！走！快进去！抢啊！开门！外面怎么样啊？老板，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别慌啊，一定要给我顶好。哦，好，别让他们进来。砸了他！我们进去抢啊！砸了他！砸了他！给我顶好啊！一定要给我顶好了，明天呀，给你们加工钱。啊，好，给我顶住啊！千万不能让他们进来啊！别动，别动，饶命！老子崩了你！把门打开！饶命啊！哎呦！哎，老乡们慢点，你进来吧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这下好了。哎，夫人，你说这粮店老板会不会认出咱们？他咋能认出咱们？你说对吧？谁知道啊？这下啊，百姓有粮食吃了。大家伙都别抢了，粮食有的是啊，粮食有的是，粮食有的是啊，有的是粮食，别抢啊！来，给你装点。来，别抢，大家伙！来来，掌柜的，这下有粮食吃了。这下可好了。大家都有粮食了。掌柜的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姐，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？20多年了，我那2个儿子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可我这个当娘的，一点都没尽到当娘的责任。我这想起来啊，不说了，来喝酒。姐，要我说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该去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该打听的人也打听了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这么好的人应该有好报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敢肯定，他们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呢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好吗？但愿吧。姐，咱高高兴兴的好吗？儿子一定会找到的。你看黑龙潭现在平平安安的，谁现在也不敢惹咱们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！这日本人啊，虽然没有打到咱们这儿来，可日本人连正规军都敢惹，咱们小小的黑龙潭呐，根本就不在他们眼里，这不得不防啊。那咋防？咋防？枪杆子呀！咱们黑龙潭现在的武器还很落后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麻子讲，西安有个老板要进一批军火，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武器。
到底啥时候孕，咱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！是吗？啊，来喝酒。来。姐，你每次进城的时候都是女扮男装，为啥这次？都20多年了，谁还认得出我呀？再说了，董大年的老婆早就死了，哎，那宁管家5年前就走了，他们家的丫鬟佣人啊，结婚的结婚，生子的生子，谁还认得出我呀？我现在啊，就是大摇大摆的进董家，那也是狗看星星，一片明啊！日军多次轰炸我们西安，死伤无数。我们西安市民要团结一心，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一定要共同抗战，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还我河山！还我河山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董会长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？太热闹了吧？放心，越热闹的地方越安全。这儿都是我的人。那好，董会长，那批货我已经收到，钱我给您带来了。王老板真是个爽快人，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做生意。我也喜欢和董会长这样的人做生意。这次的生意，董会长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下次我还想请董会长帮一个忙啊。哦，王老板的胃口还不小啊。说吧，有啥事儿尽管吩咐。听说董会长要来一批硬货。啥硬货？王老板这话是啥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这个。王老板，你可千万别吓唬我，我可不敢做这种事。嘿嘿，掌柜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啊，我好不容易打探。哎呀，麻子，你说了半天，你都没说清楚，到底是谁贩卖军火？那些军火哪天运到西安？他们多少人？到底走哪条路啊？哎呀，掌柜的，你说这谁买谁卖，跟咱没关系。这个具体时间我再打听吧。麻子，黑龙潭这么多年白养你了，你都干啥了？哎呦，我的二掌柜，这不是3年不打粮，打1年吃3年吗？这次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吹了，赶快去弄清楚吧，快去。行，我走了啊。董会长，您是众所周知的爱国人士，我就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要这批货，绝对不是为了倒卖，我是为了打小日本人。你到底是啥人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。我不想问董会长为啥做这个生意，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究竟是啥人。总之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这个请你相信哦，我。喝茶。好，好。哎，娃呀，妈给你做了一碗莲子羹，趁热喝了吧。啊！哎呀，天太凉，快把衣服披上。没事，妈，我不冷。来，正好吃。快趁热喝。哎，好。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，梦见有个女的拿着一把花，总是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然后我就跟着她跑，跑着跑着，早跑到大山里面去了，后来就找不着她了。那女的啥模样啊？记不清了。娃，妈看你是想媳妇儿了吧？哎，对了，
你跟董会长家的姑娘董淼淼咋样了？人家家世好，人也长得漂亮，那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一门亲呐。妈，您放心，董淼淼肯定是咱们金家的媳妇儿。嗯。